大家好，依家身處於上水站，今日會行上水華山，喺 A4 出口出，穿過行人天橋，喺上水廣場搭73號 K 巴士去虎地坳。嚟到虎地坳，喺出發之前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鍵，下次出片會有通知。亦都順便代楊生溫馨提示：結伴同行，安全好多。初級新手適唔適合就要視乎佢嘅安全意識係點啦。先過對面馬路，嚟到中英呢個牌。依家喺呢條路度上，上水華山有港版萬里長城之稱，全程都係石屎路，所以又叫華山軍路。今日順便會去睇埋義勇軍軍徽。左邊條路係上華山軍路，隔離有墓地，所以我影地下。喺左邊條路上，依家10點41分，睇下上去要幾耐。喺度望到上水一帶，啲芒草喺度跳緊舞啊！條路都幾斜下。呢度應該係深圳一帶，望到梧桐山，嚟到呢度右轉，上杉山，嚟到杉山。高115米，喺度可以望到上水一帶嘅景色。依家落返去。行返條軍路，真係名副其實嘅萬里長城啊！好長條路，不過呢條軍路行得嚟幾舒服。呢度有張凳，可以喺度休息下。喺度望到梧桐山，依家落斜，哇！呢度兩邊都係芒草啊，好靚。
頭先一路沿住呢啲軍路行過嚟，好宏偉啊！右邊有條路喺度轉上去，上面就係華山山頂。嚟到華山山頂，高139米，支標高柱好短啊！標短柱，呢度有個帷幄降神嘅祈雨碑，係1839年建成。頂部寫住大嶺。下面係練靶場。今日星期日，所以冇人練靶。依家接返條軍路，呢度係大嶺練靶場。嚟到綠油山舊石，前面就係北望神州，喺度望到深圳。嚟到北望神州舊石，肥佬乜寫嘅？繼續前行。條軍路其實幾靚，一路沿住軍路上上落落。右邊有條小路係去西牛望月。上到嚟左轉，嚟到西牛望月。西牛望月高164米，喺度落返去。依家去睇軍徽。呢度應該係馬頭嶺，高135米。呢度都有啲芒草。
右邊有條小路係可以落去軍徽嘅。軍徽喺1995年8月30號開始起，係由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所製作。睇完軍徽之後就準備落山，喺度望到成個上水，啲芒草唔差過大東山。嚟到松山，高106米。過咗松山之後就正式落山。嚟到呢個閘口，左轉，行右邊嗰條路，出到嚟大馬路。轉右，依家係搭巴士，喺度等79號 K 出返去上水，旅程結束。